一嚟到亞樂康房。如果要喺港島區揾一個實用性比較高嘅單位，城市花園都會一個唔錯嘅選擇。而呢度步行到地鐵站都只需要幾分鐘，附近亦都有商鋪、食肆提供返生活上嘅所需。住嘅地方要一個靈活嘅空間感，又要配套成熟嘅話，城市花園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今日我哋參觀單位係3房。今日參觀嘅單位係945尺。由於客飯廳係冇玄關位，可以咁方便返大型家私靈活咁擺位。大門旁邊嘅廚房喺保養上亦都唔錯。而浴室係乾濕分離嘅淋浴間，再加上活動窗。而城市花園單位實用性係非常之高。轉頭可以睇埋另外嗰2間房，放咗床之後，仲有唔少嘅活動空間。雖然單位主要都望返樂園嘅方向，但都有唔錯嘅採光度。最後嚟到主人套房，現時業主嘅叫價1450萬。若果想喺港島區揾一個大型屋苑，單位亦都有相當高嘅實用性，附近又有港鐵、商場同超市嘅話，今日呢個單位都可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有興趣就嚟聯絡我啦。